中时刻的看顾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困境，都能靠主你的力量来消除一些烦恼。谢谢你，也请你保守那些无法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人，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领受主你从天来的祝福。谢谢你。以下这些金钱都是孩子们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求主悦纳。谢谢你这样带领孩子祷告，奉告主耶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会上请坐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翻开周报。